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访台行程第2天，来到台南云非凡美术馆参观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览。台南市长黄伟綽也到场陪同，并致敬印有日本国旗的兰花，甲台南的农特产品来表达欢迎。晚上的这个餐会，我想我们会特别把安倍前首相很喜欢吃的这个凤梨，特别邀请他在这个水果方面。另外，台南芒果很多日本朋友喜欢吃，我们也会招待芒果的这个果品。市长黄伟綽讲，安倍走会参观展览的时阵，伫甲安倍晋三结婚的相片，甲一寡过去安倍前首相帮伊父亲自选的相片头前，看了非常的久，互人感受到因阿母的感情是非常的好。安倍走会参观结束了後，是感謝協助辦理展覽的相關人士，互伊非常的感動。東京でも東京タワー、そして山口でこの写真展を見ましたけれども、改めてこの台南の地で写真の開催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大変光栄に嬉しく思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台南甲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第2前更加安倍晋三的故乡山口县地约，这次接到纪念影像展览，除了向安倍晋三致敬，更加深了台南甲日本的情谊，同时让大家了解到这位上听台湾的日本首相。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